平時喺香港返工壓力咁大啊，週末梗係揾個地方避下世嘆下啦。今次多謝食玩假期帶我直闖大灣區嘅後花園清遠新世界酒店嚟一場2日1夜嘅奢華度假之旅。呢間係瑰麗酒店集團旗下嘅酒店，由日本大師級團隊設計，周圍充滿日式嘅風格。一入到房，空間感十足。最正嘅係每間房都有專屬嘅私人溫泉池啊！有啲就喺浴室入面，有啲就喺個露台度。夜晚對住個山景，邊嘆茶邊浸溫泉，私隱度極高，真係超到爆啊！如果想浸大池，酒店嘅公共溫泉區都絕對唔會令你失望。呢度引入咗清遠純天然溫泉水，分咗室內同室外多個唔同溫度嘅泡池。唔講真係以為自己去咗日本啊！浸住溫泉，聽住啲雀仔叫，成個人都放鬆晒。除咗浸溫泉，呢度嘅超大戶外泳池絕對係另一個打卡熱點。游完水喺池邊灘頭下，叫杯嘢飲，叫啲小食，爽啊！玩完水，浸完溫泉，肚餓點算 ？Staycation 點少得食 buffet啊！酒店嘅自助餐超級豐富，冰鎮海鮮、厚切刺身、即叫即燒嘅熱食應有盡有。當然唔少得當地最出名嘅清遠雞啦，仲有超多款精緻甜品任你揀。質素高之餘，仲可以瘋狂回本，保證大家食到捧住個肚走啊！室內室外都有大量俾小朋友玩嘅地方，大朋友就可以好好放鬆下啦。交通都好方便㗎，由香港西九龍站搭高鐵去到清遠站，再搭的士入嚟，大概2個幾鐘就到啦，輕輕鬆鬆遠離煩囂。想週末快速叉電，呢度絕對係首選啊！